来关心的是，美国夏威夷野火是拢总有114个人死亡。总统拜登去视察的时阵是避免讲到政府救灾反应上慢的问题。目前灾后的清理工作是正在进行，也有800人甲3000只动物伴还未找到。美国总统拜登甲第一夫人吉尔参夏威夷州长格林翁仔某今日红烧毁的历史小店拉海纳，前嘛就看到一个几啊世纪以来上凄惨的野火所烧掉的房屋建筑，草尾大的树瓦。拜登中段伫太和屋为期1礼拜休假陪往拉海纳，伊的车队进入小店的时，有人热情欢迎，也有人用不爱手势问候。Aloha. The entire country is here for you. We just surveyed the damage. I want you to know, whatever it takes, as long as it takes,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for you. But get it done the way you want it done, not get it done somebody else's way. 批评人士夏威夷野火幸存的在地人，甲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共和党人，批评伊的政府救灾反应慢钝。北京反部总统一直有甲毛伊岛灾区紧急应变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下晡伫灾害期间来这视察，是因为唔通因为伊的来，互救援分心。野火前期活2礼拜，根据动保团体的讲法，保证有大约3000只宠物下落不明，其中大约600只是宠物的主人通报。也毋过，赶到现场煞已经烧了了，啥物也找袂到。有一寡猫狗仔虽然互救出来，煞身上重伤。They were trying to paw their way out of something that was on fire, so they have lost all of their toes. 一位甲客杯失联的查甫人，伫大陆四过门打找人的广告，也提供 DNA 等待比对。当局证实，目前死亡的100多人中，只有少数人身份确认，有大约800多人的下落不明。当地省立临时太平警又针对重大灾难也是涉及等事件处政府的美国联邦灾难安全作业小组投入作业加速辨识身份。美国政府目前派遣1000多名联邦救援人员进驻夏威夷。州长格林表示，虽然所有队员伫搜索范围已经完成85%配合，也毋过剩的15%恐惊需要几啊礼拜时间完成，因为大火迄当时的极端高温，可能互人连遗体拢找袂到。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